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。扰乱平静了后，保罗调集门徒，甲因勉励，甲因3时就离开遐去马其顿。伊经过遐个地区，讲真侪话勉励信徒，然后去希腊，伫遐待3个月。伊准备要坐船去叙利亚的时，犹太人计谋要害伊，就决定经过马其顿转去。甲伊做伙去的有底利亚人庇罗斯的囝索巴德，阁有帖撒罗尼迦人阿里达古甲西公都，特庇人该犹，阁有提摩太甲阿细亚人崔基古甲特罗菲摩。这人先出发，伫特罗亚伫听候阮，拄甲做过了，阮对菲律比开船，5日后到特罗亚甲因会合，伫遐待7日。拜六暗，阮大家聚会擘饼的时，保罗甲大家谈论，因为隔日就要离开，所以讲到半暝。阮伫聚会迄间楼顶的房间，有点真济灯火。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犹崔古，坐伫窗仔门。保罗继续讲真久，伊煞困当眠，对3楼爬落去。大家甲伊扶起来的时，已经死。保罗落去，拍伫伊的身躯，甲伊揽地讲，毋免着急，伊还有气。然后因阁爬去楼顶擘饼食，继续甲因谈论真久，到天光才离开。因甲迄个活起来的少年人带转去，大家受真大的安慰。阮先上船开去阿索，通伫遐接保罗上船，因为阮要行陆路去遐，所以有安尼安排。伊伫阿索甲阮会合，阮就接伊上船去米崔利尼。阮对遐开船，隔日到基尔的对面岸，1日后伫萨摩克岸，搁隔日到米利都。保罗已经决定无爱伫幼所停留，才免伫亚细亚牵时间。伊要赶紧去耶路撒冷，看会当伫五旬节以前到位袂。保罗对米利都找人去幼所，调集教会的长老来。因到位的时，保罗对因讲：对我来到亚细亚迄日起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甲恁安怎做伙生活，恁拢知。虽然我有对犹太人的计谋受到试炼，还佫非常谦卑，佫流目屎伫服侍主。无论伫公共的场合，还是个别的家庭，若对恁有利益的，我毋捌无对恁传，无甲恁教。对犹太人甲希腊人，我拢严严劝告因着悔改归向上帝，搁信咱的主耶稣。现在我顺服圣神，要去耶路撒冷，伫遐会拄着甚物代志，我毋知。不过我知圣神甲我警告，讲伫逐个城市有奸恶甲患难在等候我。毋过为着要行完我的路程，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，通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，我完全无惜家己的性命。我一直伫恁中间出入伫宣扬上帝国。现在我知，以后恁袂当搁见着我，所以今仔日我甲恁讲清楚，恁中间若有人沉沦，毋是我的责任。
因为我已经将上帝的旨意拢总传互恁啦。恁家己着谨慎，嘛着照顾圣神交托互恁拢总的羊群，做监督来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伊用家己的囝一死来赎回的。我知我离开了后，有凶恶的豺狼会入来恁中间伤害羊群，甚至伫恁中间有人会出来曲解真理，引诱门徒去缀因。所以恁着警醒，为记得我3年久暝日流目屎劝诫恁逐个人。现在我将恁交托互上帝，通对伊恩典的信息得到造就，互恁甲圣化归主的人拢通继承伊所赐的福分。我毋捌贪人的金银，也是衣服。恁家己知，我用这2只手做工来供给家己甲同伴的需要。但事我拢有做互恁看，爱恁一定着拍拼做工来帮赞软弱的人，着会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，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。这话讲煞，保罗甲因大家拢跪落去祈祷，大家大声吼，甲伊揽，甲伊浸。因为保罗讲，以后袂当过3件，即句话互因非常伤心，然后因送伊上船。